做有認知、有能力、能賺錢、會懂享受嘅小富豪，瘋狂培養自己嘅輸出能力。一個人要係日日寫800字，就算冇文筆，堅持半年亦都能文采飛揚。堅持每日拍3條視頻，就算口才再差，拍3個月亦都能滔滔不絕。永遠清晰人同人嘅關係，人同人之間只存在一種關係，咁就係利益關係。一係你能滿足人哋嘅情緒價值，如情感、關懷、快樂等；一係你能夠俾人帶嚟利益價值，如資源或者係金錢。不在爛事上糾纏，亦不為唔值得嘅人生氣，讓自己活嘅高貴一啲，會放下爛人爛事，一定培養耐心。無論種樹栽花都需要時間成長，賺錢亦都係一樣嘅，要有開花結果嘅過程。唔好諗一蹴而就，唔好諗冇結果就總係換項目。你仲未有熟悉，冇等到收穫嘅時機呢，就調轉方向啦。咁你頂多能賺啲小錢。賺錢就係重複做3件事，重複做文字、音訊、視頻引流，再去發賣點同客戶回歸，然後係持續服務客戶，就係每日重複做呢3件事，每日重複起嚟，每日都能收錢。只食7分飽，飽暖思淫慾，食飽咗你就想瞓覺，亦都容易犯困。人只有喺未滿足嘅情況下，先至有幹勁。食飯只食7分飽，亦係讓自己提高效率最簡單嘅辦法。永遠唔好怨。一個人成熟嘅標誌，就係把呢件事點解發生喺我身上嘅怨念，轉變成呢件事係為咗教會冇乜嘢嘅覺醒。發生嘅事已經發生，既然無可挽回，咁佢能教俾你嘅經驗就係佢依標大嘅價值。當你換個角度睇世界，你會發現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凡係從利益嘅角度去衡量、去思考，你就會變得越嚟越聰明。練習專注，好嘅商業模式一定係簡單嘅。做嘅事情越多，越唔容易賺錢。人嘅腦子越係複雜，賺錢亦都越困難。個人處事越係簡單，賺錢亦都變得簡單。勤能補拙唔係空談，冇聽人哋講乜嘢。工地工人咁勤勞辛苦，定係冇賺到乜嘢錢？咁係方向錯咗。而且工地唔勤勞，你更賺唔到錢。勤勞係基本功。我而家都係基本冇節假日。前幾日緣且亦都忙到凌晨。我接觸到嘅大佬早起晚瞓，好勤奮。乜節假日、國慶春節仲喺度工作，先完成再完美。從腦科學嘅角度講，放棄追求完美，先至能夠實現即刻行動。最快嘅攞到結果嘅方式就係直接幹，下調目標，先至能夠讓工作速度一下飛起嚟。唔好對自己期待過高，平常心對待。凡事從積極點出發，我可負唔起，帶嚟嘅悲哀同無助感會使人們失望、遲鈍，以致意志消沉。我點樣先至能夠負得起，則打開咗充滿可能性嘅快樂同夢想之門。稻盛和夫先生曾經講過，做事業要樂觀構想，悲觀計劃，樂觀執行。有一粒樂天派嘅心，先能夠發現好嘅機會，持續保持積極樂觀，先至能夠喺做事嘅過程中持續堅持落去，直到事情做成。所以凡事從積極點出發，對我哋好關鍵。